Hi Fox 所 Tutor，Billy Fong Speaking。今日想同大家討論嘅題目係伊朗戰爭正在削弱美國喺印太地區嘅威懾能力。美韓軍演縮水、航母西調同埋美國嘅導彈荒。喺2026年嘅8月16日，亦即係早兩日啦，特朗普突然之間喺美韓乙支自由護盾 UG Freedom Shield 演習開始之前幾個鐘頭咧，突然之間要求大幅削減呢個演習嘅規模。佢提出嘅理由咧就包括軍演成本高昂啦，佢本人同金正恩關係良好啦，同埋韓國拒絕參與美國針對伊朗嘅行動。亦都喺同日差唔多時間咧，以日本橫須賀為母港，長期部署喺西太平洋嘅美國航空母艦喬治華盛頓號咧，亦都正在前往中東，準備接替已經超時部署嘅林肯號。呢一次嘅調令令到西太平洋係暫時冇一艘美國嘅航空母艦，引起日本、韓國、菲律賓同埋台灣對美國喺呢個地區嘅承諾嘅一種疑問，亦都係喺Donald Trump 宣布削減美韓聯合軍演嘅規模之後咧，南韓總統李在明咧，亦都係再一次重申將會致力喺發生戰爭嘅時候喺美國手中取回韓國政府對於韓國本土軍隊嘅獨立控制權，並且係呼籲加快咧取得核動力潛艦嘅進展。嗱，我哋討論美韓嘅軍演，又或者我哋討論呢個美國嘅導彈荒，我哋以下落嚟討論咧，其實係要問幾個問題嘅。第一就係美韓軍演點解係重要？第二樣嘢就係美國嘅導彈荒係點解會有一種咁樣嘅狀況咧？其實而家美國嘅一啲導彈或者彈藥庫存不足嘅情況，或者迅速下跌嘅情況，係同美國嘅國防嘅概念同埋佢哋個策略轉變係好有關係。我哋陣間亦都會一齊去討論一下。第三樣嘢就係依家伊朗嘅情況係點樣？美國可能喺伊朗所採取嘅其他進路係點樣呢？第四就係我哋最關心嘅啦，我哋一啲喺印太地區嘅好朋友，或者我哋特別關心喺東北亞地區嘅朋友，例如係南韓啊、日本啊、台灣啊，喺美國嘅呢一個嘅導彈或者係彈藥庫存不足嘅情況底下，佢哋同美國嘅軍事同盟會唔會受到影響呢？習近平要唔要即刻衝出嚟去收復台灣呢？或者金正恩要唔要即刻衝出嚟去解放南韓呢？我哋咧陣間一齊嚟到去討論。我認為美韓聯合軍演咧，佢嘅重要性咧係比其他嘅軍事演習嘅重要性咧係更加重要。點解我會咁樣嚟到去講呢？就係因為美國同埋南韓嘅軍演咧係要測試美韓兩套軍事系統可唔可以喺戰爭爆發之後咧係迅速嚟到去結合嘅。喺1976年咧，韓國政府嘅乙支民防同埋國家動員演習就同美韓軍方嘅 Focus Lens 指揮所演習合併，成為 UG Focus Lens。後來咧就成為全球最大規模嘅電腦輔助軍事模擬演習之一。呢個演習咧後來咧就變成 UG Freedom Guardian 啊。喺2018年嘅喺新加坡特朗普同埋金正恩會面之後咧，特朗普就批評呢個軍事演習咧係具有呢個挑釁性同埋非常之昂貴啦，所以咧就暫停咗嗰一年嘅軍事演習。咁隨住美國同埋朝鮮嘅談判破裂咧，美韓亦都逐步恢復呢個聯合訓練，並且喺2022年咧重新嚟到去用 UG Freedom Shield 之名咧嚟到去舉行呢一個嘅演習嘅。點解呢一個演習係重要咧？主要係兩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南韓嘅軍事指揮權喺戰爭時期咧係喺美國手上，平時正常嘅軍事指揮權咧係喺南韓政府手上。所以當遇到戰爭嘅時候，南韓政府同埋美國嘅政府係點樣可以迅速咁樣去將兩套軍事體系嚟到去結合，然後咧迅速作出軍事回應咧？呢一個對於美韓軍演嚟講咧係尤為重要。第二樣嘢，喺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嘅戰爭裏面咧，我哋其實已經見到現代戰爭咧係有更加多嘅元素，所以喺2026年嘅演習裏面咧係原本計劃要加入一啲反無人機、GPS 干擾同埋一啲電子戰嘅成分，令到咧就係北韓咧係冇辦法全面咁將佢哋喺俄烏戰爭嘅戰場學到嘅經驗咧，擺喺針對南韓嘅戰爭裏面嘅。而美國嘅一啲學者咧，就係 Qual and 呢個 Blankenship 啊，咁就分析1973年同埋2003年嘅跨國軍演嘅資料之後，發現咧就盟國之間嘅聯合軍事演習整體上咧係唔會增加衝突嘅，係反而咧係喺一個正式嘅聯盟框架之內咧舉行嘅演習咧，就同呢個衝突升級嘅下降咧嘅機率咧係好有關係嘅。聯合軍演咧一方面可以向對手展示協同作戰能力，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制度化嘅指揮同埋情報嘅分享咧嚟到去同盟友嚟到去溝通，去減少咧盟友自行升級危機嘅風險。
呢項研究咧就對於特朗普去削減呢個乙支自由護盾嘅軍事演習嘅理由咧，就係一個挑戰嚟嘅。因為軍演的確咧可能喺短期之內會引起北韓嘅一個唔好嘅反應，但係長遠嚟講咧係可以展示到佢嘅威嚇能力，同埋最重要就係同南韓咧係更加有緊密嘅合作，去成功咧去阻嚇到咧北韓咧係針對南韓咧去採取軍事行動嘅。有另一個嘅研究發現咧，就係單純嘅一份協防嘅條約咧，係未必令到盟友係足夠相信咧呢啲盟友會喺佢哋自己受到威脅嘅時候咧係提供支援嘅。反而咧聯合軍演啊、軍隊嘅部署同埋一啲額外聲明嘅一啲信號咧，先至可以增加承諾嘅可信度。同一時間咧，亦都呢一個研究亦都證實啦，就係只有喺美國提供額外保證嘅信號嘅時候咧，盟國先至會較為願意依賴美國嘅軍事保護，從而咧去降低佢哋自己嘅軍事開支或者行動。所以今次特朗普喺呢個軍事演習之前幾個鐘就要宣布大幅削減呢個演習規模咧，佢嘅影響唔係淨係喺軍事層面嘅。韓國拒絕美國對伊朗嘅軍事行動去加入其中咧，本身就係南韓針對佢自身利益作出一個軍事同埋外交上面嘅選項。如果 Trump 將呢件事同佢參唔參與美韓聯合軍演，繼而影響到喺印太地區甚至係東北亞地區嘅部署，或者係對於盟友嘅信任度問題會有影響嘅時候，我認為呢個係一個非常之不智嘅舉動。但係講到底，點解要所謂嘅削減呢一個嘅美韓聯合軍演？一嚟真係要用好多嘅呢啲彈藥嘅庫存，而美國咧亦都係真係喺呢個時候係不足嘅。第二樣嘢就係呢個彈藥嘅庫存咧，其實又同美國嘅一個國防政策咧係好有關係嘅。因為咧冷戰結束咗之後咧，美軍係長期採用兩場戰爭嘅標準，係要求咧軍隊可以同時同埋接連攻擊兩個地區嘅對手。例如美國咧係需要喺中東應對呢一個伊拉克戰爭嘅同時咧，係可以應付朝鮮半島嘅戰爭。喺2018年之後咧，美國就逐步採取一場大戰嘅標準。咁Brands 同埋另一個學者亦都指出咧，就係五角大樓咧而家嘅目標咧係要集中力量擊敗一個具備大國軍事能力嘅對手，同其他戰區阻嚇機會主義侵略、打擊恐怖主義組織同埋處理大殺傷武力嘅威脅啊！呢一個咧規劃或者呢一個嘅目標咧，係因為預算軍力同埋軍事技術嘅限制，但係就產生一個頗為明顯嘅風險啦。就係當美國正在喺一個戰區嘅作戰嘅時候咧，另一個地方嘅對手咧，好可能就會趁華盛頓受到軍事牽制嘅時候咧，採取行動。呢一度咧，其實唔係淨係探討話美國係咪要針對改為採取一場大戰嘅標準，而係過去咧係採取兩場戰爭嘅標準，係咪即係話要採取打兩場大戰？唔係咁樣嘅，而係美國喺冷戰結束之後咧嘅兩場戰爭嘅標準咧，係針對採取對兩個中型軍事國家採取軍事行動嘅能力。而2018年之後咧，呢一場大戰嘅標準咧，就係要全力打擊一個軍事強國嘅能力。所以呢兩套嘅邏輯或者呢兩套嘅政策方針咧，就令到而家出現美國嘅一個狀況。因為佢而家唔係淨係打擊緊一個大型嘅軍事強國，佢事實上係要希望喺唔同地方去阻嚇緊一啲中型嘅國家同埋軍事力量，所以就令到咧美國喺佢嘅庫存彈藥上面咧係出現一個咁樣嘅狀況。曾經撰寫咧2018國防戰略嘅作者亦都解釋同中國同埋俄羅斯作戰需要嘅武器訓練同埋作戰概念咧，同對付伊朗同埋北韓或者其他恐怖組織係存在極大嘅差異。五角大樓改用新嘅兵力規劃標準咧，其中一個目的咧就係要迫使將各國嘅各種嘅軍事採購訓練同埋作戰咧係轉向成為大國戰爭。但今次由於唔係處理緊大國戰爭，係要處理緊同時唔同方面喺中東、喺印太、喺東北亞嘅軍事威懾能力咧，就令到美國好似顯得咧有少少唔係好處理到而家嘅狀態。咁我哋下一個問題咧就要問啦，究竟美國而家喺佢嘅彈藥庫存上面咧係爭緊咗啲乜嘢？點解咧係會發生而家咁樣嘅狀態？
譬如話咧，就係美國喺伊朗嘅戰爭裡面消耗嘅武器，其實亦都係同喺朝鮮半島或者係台海、日本之間嘅防務所需要用到嘅武器咧，其實係一樣嘅。最受關注必然就係愛國者嘅防空系統。愛國者咧係一套由雷達同埋一個發電設備、發射架同埋唔同攔截導彈組成嘅機動防空系統。咁啊，過去咧就係較舊嘅系統咧，主要係對付一啲飛機啊、巡航導彈同埋部分短程嘅彈道導彈。而較新型號嘅 PAC-3咧，採用直接撞擊嘅技術咧，去攔截呢啲彈道導彈啊。而 PAC-3 MSE 咧，更加係配備更大型嘅火箭發動機同埋改良咗嘅引導系統。每一粒呢一啲嘅愛國者嘅導彈咧，其實就係大概係400萬至500萬美元。美國嘅彈藥庫存咧，雖然好似係一個機密咁樣啦，但係 CSIS 咧根據國防部嘅採購交付同埋戰場消耗嚟到去估算咧，美軍喺2026年2月到7月咧，可能已經用咗原有愛國者攔截彈嘅庫存嘅65%，數量咧係由伊朗戰爭之前嘅2330枚咧降至不足855枚。路透社都引述咧接觸美國內部數據嘅消息來源表示咧，呢個估算咧同政府所掌握嘅數字咧係大致相同嘅。第二種咧係關心或者關鍵嘅系統咧就係薩德系統，亦即係戰區高防空防禦系統。呢個薩德系統咧同樣係採用直接撞擊嘅技術，主要喺較高角度攔截彈道導彈。佢嘅防禦範圍同埋攔截高度咧都係高過愛國者導彈。美國目前咧係有8個薩德連嘅 CSIS 估計咧佢嘅攔截彈庫存咧已經下降去到250枚或者以下嘅。Reuters 嘅消息來源就亦都指出咧庫存係比伊朗戰爭開始之前咧減少咗38%。咁而喺南韓係亦都係有呢一個嘅呢個愛國者連喺度嘅。而第三類咧係就係海軍嘅標準系統導彈 SM-3 Block IB 同埋美日共同研發嘅 Block 2A 咧，主要係由神盾艦發射嘅，喺大氣層外或者飛行中段咧去攔截彈道導彈。咁佢亦都有另一個分支咧，就係 SM-6就可以攔截飛機啦、巡航導彈同埋末段嘅彈道導彈，亦都有一定嘅反艦能力嘅。佢係日本關島同埋西太平洋艦隊防空反導彈網絡嘅重要嘅組成部分啊。咁啊，除咗防禦性系統，而我哋繼續講之前，因為佢其實有好多種嘅呢啲嘅導彈或者呢啲嘅彈藥咧，其實都好似告急咁嘅。即係你可以睇到佢係 Infantry Before 2026 Iran War 同埋 Infantry 即係 Expanded During 2026 Iran War 同埋佢 Anticipated Delivery 同埋 Requested Quantity，你會見得到咧，佢係由好多啦，然後大幅削減啊喺 Post Iran War 之後，同埋咧佢嘅交付週期咧都係相對係好長嘅，包括咧就係 ATA-CMS 嘅系統啦，同埋咧呢個薩德系統啦，同埋咧我哋可以睇下呢一個嘅CSIS 嘅就住唔同嘅呢一啲嘅導彈或者彈藥或者系統嘅庫存咧去做一個估算，同埋最重要就係 delivery timeline，究竟要幾耐先可以補充翻佢哋咧？呢一個咧係美國而家面對緊嘅唔同嘅問題。嗱，其實我寫呢篇文嘅時候咧，就係有超級多呢一啲嘅軍備咧，其實都係正在嚟到去告急啦，而唔係淨係告急嘅，即係喺個數量上唔係淨係告急，而係佢哋嗰個裝填咧都係一個問題咧。因為其實我去研究呢個Tomahawk 嘅呢一個遠程彈道彈藥嘅時候咧，遠程嘅攻擊彈藥嘅時候咧，亦都係即係發現咗一樣嘢啦。過去我讀呢個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嗰陣冇特別去專注研究呢啲軍備上面嘅，就發現咧原來伊朗戰爭咧已經差唔多用咗美國嘅一半嘅 Tomahawk 嘅庫存，而美國嘅艦艇咧係冇辦法係喺海上重新裝填垂直發射系統，一定要嗰隻艦艇翻返去港口咧先至可以填到呢一種嘅遠程巡航導彈嘅。咁所以佢嘅實際庫存同埋佢實際可以使用嘅呢啲嘅Tomahawk 嘅導彈咧，其實都有少少分別喺度嘅。咁喺喺 CSIS 嘅研究裏面咧，其實我覺得仲有一個係非常之有趣或者係好嘅討論，其實就係一個叫做 capacity coefficient 嘅概念，就係一個人叫做Benjamin Jensen 喺 CSIS 嘅一個報告裏面講嘅。佢話應傳統威懾理論咧係強調能力、可信度同埋溝通，但係往往咧就會忽略咗呢啲國家係咪可以持續咁樣生產、修復同埋補充佢哋嘅武器彈藥庫存。一個對手即使相信咧美國可以打贏戰爭嘅初期，亦都可能會判斷自己所承受嘅首輪損失並且係喺美國嘅彈藥耗盡之後咧，透過一個消耗戰咧嚟到去獲取勝利。所以美國而家宣布佢嘅
軍備上面嘅擴產咧係冇辦法處理到佢而家嗰個需求，而 CSIS 亦都估計咧部分關鍵導彈咧要去到2029至2030年前後咧先可以恢復同伊朗戰爭之前嘅一個水平啊。咁啊，既然啊，我寫篇文章嘅時候見到有好多呢啲嘅導彈，或者睇唔同報告嘅時候咧，就發現呢啲導彈嘅生產或者啲核防空啊，又或者係軍備即係國防系統上面咧。佢個生產周期係好耐啦，同埋美國係面對住呢啲咁樣嘅彈藥庫存嘅短缺。咁我哋要下一個問題就係問啊，咁美國可以點做咧？既然短期之內唔係好生產到，而家咧嘅庫存亦都大幅下降，咁啊當然就回應翻我哋一開波所講，就係要喺其他地方去調配啦。印太同埋東北亞就係佢主要調配嘅部分啊。韓國咧係美國全球防空導彈部署最密集嘅地區之一，駐韓美軍咧係第35防空炮兵旅轄下嘅愛國者部隊部署喺唔同嘅地方，包括烏山啊、群山水源同埋朝鮮半島嘅北部。韓國星州咧就部署咗一套美國嘅薩德系統，用嚟攔截北韓嘅彈道導彈。喺2026年嘅3月咧，韓國政府咧已經證實美韓軍方曾經討論將部分駐韓國嘅愛國者系統調往中東。韓國總統李在明喺嗰陣時已經講咧，即使美國調走部分武器咧，韓國仍然係有能力阻嚇北韓，但同時承認啊，首爾係冇辦法阻止美軍重新部署自己嘅裝備嘅。咁呢一類嘅調動咧係早有先例嘅。2025年咧駐韓嘅防空炮兵營咧曾經將成個營嘅部署咧係去到美國中央司令部戰區，其後先至翻去韓國嘅。駐沖繩嘅防空炮兵營嘅一個愛國者連咧，亦都曾經喺2024年8月至2025年1月咧係派往中東，成為首支由印太司令部直接調往中央司令部嘅愛國者部隊。咁啊，而家咧就連部署喺日本橫須賀母港嘅喬治華盛頓號咧，都要即係調往去中東啦。已經顯示伊朗戰爭嘅消耗咧，亦都係包括咗一啲潛艇啊、艦艇嘅人員啊，同埋維修週期嘅問題。因為點解會咁咧？就係所以而家可以美國喺印太地區嘅威懾能力就喺韓國啦，喺日本嘅沖繩啊、橫須賀啊，又或者係佢其他喺馬六甲海峽啊，或者好多呢啲地方咧，都係持續有佢嘅軍事投射。但係當美國捲入咗一場同中東伊朗曠日持久嘅即係戰爭裡面嘅時候，當彈藥庫存係下降嘅時候，當美國佢嘅國防策略由可以面對兩場戰爭變成面對一場大戰嘅時候，只能夠從呢啲美國有軍事投射力量嘅地區去調撥呢一啲導彈或者係呢啲軍艦上面嘅資源啊。咁而另一個令到呢件事情更加雪上加霜嘅情況底下咧，就係呢個報告咁啊。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咧，其實喺好耐之前都17年就發表過一個報告，就去講咧，就係美國海軍係曾經縮短、取消或者延後訓練同埋維修，因為咧佢有高頻率嘅部署需要。結果咧嗰個情況就係導致艦艇嘅狀況同埋整體嘅戰備下降。延長一次航空母艦嘅部署咧，唔單止係消耗佢當刻係可以部署嘅時間，亦都係會延遲下一輪維修同埋重新部署嘅時間。所以究竟喬治華盛頓號幾時翻去西太平洋，或者係我哋所關心嘅東北亞嘅朋友嘅嗰個領域，其實都到而家都仲係一個迷思嚟嘅。咁成本係巨大，又會影響同盟友嘅關係喎，貌似美國點解都仲要繼續嚟到去打擊伊朗咧？咁樣即係目前咧，美國同埋伊朗之間咧就起碼仲有幾條進路。第一條進路就當然係恢復2026年6月嘅臨時協議啦，就係雙方停止軍事行動，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解除對伊朗港口嘅封鎖，並且喺60日之內咧就伊朗核計劃咧嘅展開進一步嘅談判。咁當然呢一條進路咧似乎已經收咗檔啦。而目前咧伊朗同埋呢個針對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討論咧，就只係同亞曼嚟到去討論啦。咁所以而家美國咧亦都係針對住同亞曼之間影響到同伊朗喺霍爾木茲海峽嘅即係一啲條約嘅時候咧嘅一啲談判咧，亦都係重新嚟到去施壓嘅。咁第二個進路咧就係重新發動下一輪嘅大規模襲擊啦嘅攻擊啦。sorry， 唔係襲擊係攻擊。特朗普喺8月初曾經準備下令發動新一輪嘅猛烈空襲，其後咧係喺沙特阿聯酋同埋卡塔爾勸阻之下咧暫緩嚟到去行動。海灣國家擔心咧伊朗會報復石油、海水化淡同埋港口等嘅設施，亦都擔心戰爭會進一步推高呢個能源價格。美軍咧仍然係有能力嚟到去轟炸伊朗，但成本咧已經上升啦。譬如我哋 Tomahawk 嘅庫存大幅下降啦，愛國者 Patriot 同埋薩德攔截彈亦都需要優先保護美軍嘅軍事基地同埋海灣嘅
嘅盟友。如果再發動大規模攻勢咧，美國好可能要派遣更多嘅更多嘅人嚟到去駕駛轟炸機啊同埋戰鬥機進入伊朗嘅防空範圍。咁啊，第三條進路咧就似乎係依家嘅進路啦，就係繼續海上封鎖同埋配合間歇式嘅空襲、經濟壓力同埋間接嘅談判。呢個目前咧應該係最可行嘅。其實美國而家就係做緊一樣嘢，就係話我哋陣間喺最後結語嘅時候都可能會討論啦，就係因為喺呢 part 我都係想即係多啲嚟到去着墨，就係依家任何關於霍爾木茲海峽嘅協議，如果冇美國參與咧，美國就唔會放棄針對伊朗嘅海上封鎖同埋經濟封鎖。即係依家成個方向就係咁，你係要夾埋你阿曼同伊朗傾，OK 冇問題，你冇我參與嘛，咁我就可能我連壓力都會俾到去阿曼呢個地方，係嘛？或者係當伊朗同其他人傾好晒，但係針對美國係提出一啲好唔合理嘅要求嘅時候咧，美國亦都可以針對住同伊朗達成咗 call and call 協議嘅呢啲地方啦，或者國家咧嚟到去重新嚟到去施壓。咁 CSIS 將呢種模式咧形容為一個叫 talk fight 啊，就係一路打一路傾啊，就係外交同埋軍事行動並行，雙方利用有限嘅攻擊嚟到表達決心，爭取談判籌碼，同時都控制戰爭升級嘅範圍。下一個問題，我哋最關心嘅就係話，究竟中東嘅消耗點樣影響台海同埋北韓或者係南韓嘅安全呢？首先第一樣嘢就係盟友之間嘅信任，就係話咧，而呢種信任咧係唔會擺喺全球咁睇嘅。咁我就有一個學者咧就寫過一篇文章喺個 International Security 嘅討論，就關於即係1930年嘅唔同嘅軍事嘅歷史。佢就發現咧就係原來呢啲國家咧佢係唔會去睇究竟美國或者係一啲大國嘅保護咧喺其他地方咧係唔係有履行到佢哋保護嘅承諾。佢淨係睇咧喺當刻，佢淨係會喺當刻咧就係睇喺依家呢個地區呢一個國家對佢哋嘅保護仲喺唔喺度，或者係從另一個角度嚟睇，喺入侵者嘅角度嚟睇，就係呢個國家或者呢個地區，美國或者其他地方聲稱話要保護呢度嘅。依家實際上喺呢個地區，呢啲話要保護呢個地區嘅國家或者係國家行動者喺當刻喺嗰個地區有幾多軍事部署咧，先至係佢哋真正關心嗰個問題。換言之，美國喺伊朗所展示嘅強硬所建立翻嚟嘅 credibility 咧，唔會自動轉化成為台海嘅威脅，因為中國只係會研究美軍仲有幾多彈藥係可以保護關島、沖繩、日本同埋韓國嘅基地，有幾多嘅呢啲彈藥係可以直接喺中國攻擊台灣嘅時候係可以打擊中國嘅機場同埋港口。而 CNAS 嘅兵推亦都發現咧，就係中美雙方喺戰爭初期咧都會大量使用呢個遠程導彈。兵推結束嗰陣咧，雙方並未承認失敗，但庫存係大幅消耗，仍然係受到攻擊嘅情況底下咧，嚟到需要重整佢哋嘅軍備同埋支援台灣。所以咧，佢呢一個2022年嘅主張嘅時候咧，就係話做呢個兵推嘅時候就話美國必須投資遠程嘅精準嘅武器嘅潛艇同埋分散基地，同埋最重要就係處理佢嘅持久作戰嘅能力。所以短期之內咧，我懷疑中國咧只係可能會增加啲環台嘅軍演啊、封鎖演練同埋一啲海警嘅活動，做一啲認知戰啊或者網絡嘅攻擊，測試美國、日本同埋台灣嘅反應速度。全面嘅兩棲登陸咧，可能仲需要大量嘅軍事動員，未必係需要嚟到去未必係會即刻嚟到去做到。就算而家美國嘅彈藥庫存亦都告急，而有喺 Brookings 嘅一個討論或者一個智庫嘅文章入邊咧，亦都提出佢哋會認同就係伊朗嘅戰爭係嚴重消耗咗美軍嘅彈藥，亦都同意就係要即係恢復嘅庫存係需要好多年，但認為庫存下降本身係唔足以令到中國決定攻台。習近平仍然需要考慮台灣嘅抵抗能力啊、解放軍嘅兩棲作戰能力啊、美日介入經濟制裁同埋核升級。但係我覺得咧，我睇呢篇文嘅時候咧，我覺得最重要嘅咧就係其中一樣嘢就係 part of the calculations here turns on whether China's effort to support patriotic pro-unification forces in Taiwan and oppose separatists are working。即係佢都要睇一睇國民黨依家做成點啊！即係你見到依家係非常之瘋狂，你睇台灣新聞係即係非常之令人擔憂嘅。你見到係明目張膽地為台灣嘅敵人去講説話嘅，有好多立委即係呢個係相當令人擔心。但係 part of the calculation 就係究竟有幾多 patriotic 嘅 pro-reunification 嘅 forces in Taiwan。咁我覺得呢一 part 都係令到我擔心咗一陣。因為佢咁講就係咁。但係
after all 就係我哋都需要諗嘅問題，就係或者我哋喺上述嘅唔同 report 或者係內容上面，我哋都會睇得到，就係需要美國係有實際嘅喺當地嘅軍事力量投射，所以你拎走咗，唔會短期之內一定唔會出事，但係長期無論你嘅盟友定係台灣定係或者係要攻擊美國盟友嘅國家，佢哋都會有佢哋各自嘅 calculation。我諗呢個先至係成個博弈或者國際關係上面最值得我哋去諗或者去估算嗰個地方啦。咁另外一方面喺北韓啦，咁啊削減呢個乙支自由護盾嘅美韓聯合軍演可能會鼓勵咗即係北韓去進行更多嘅導彈試射啊咁樣。咁啊，其實北韓喺演習之前咧已經係連續試射咗啲彈道導彈，並且咧係指控美日韓軍事合作咧係正在發展成為核同盟啊。美國攻擊伊朗亦都會強化金正恩對核武嘅依賴。北韓好可能喺伊朗嘅經驗裏面咧得出一個結論：一個國家如果係擁有足以直接威脅美國本土嘅核武器咧，仍然會遭到美國嘅大規模空襲。平壤咧係好難接受一個更完整、可驗證同不可逆轉嘅無核化。咁下一個問題就係實際嘅威懾力咧，或者係短期之內實際嘅威懾力咧，可能真係有所下降。美國喺印太或者係我哋所關心、更加關心嘅東北亞地區。咁啊，有一啲學者咧就將呢一個嘅討論咧就加入咗喺呢一啲嘅安全承諾同實際軍事能力上面咧，佢就形容呢種情況叫 reputation versus prioritization trade-off。咁佢就話咧，美國係一個地區嘅堅守承諾，願意動用武力，可以令到其他地區嘅盟友相信咧，華盛頓仍然係有履行佢嘅承諾嘅決心嘅。但係咧，唔同地區嘅盟友咧會擔心啊，去競爭同一批美軍嘅資源。當航母、潛艇同埋呢一啲嘅彈藥庫存去調往另一個戰區嘅時候咧，其他盟友咧就會擔心咧自己咧係即係 least prioritize，係佢哋嗰個狀況係會俾人即係降級嘅。就係咁啦。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一個叫做我哋之前都有討論過嘅，就係叫做聯盟安全困境啦。就係我哋大家係 friend，我哋係聯盟，我哋希望可以有大家去到分擔大家嘅一啲防衛嘅能力，但係同另一邊廂又唔想因為盟友嘅一啲行動，令到區域或者係整體嘅衝突嚟到去升級。咁所以幾時係可以即係有保護，幾時係即係拉埋其他盟友落水咧？呢種狀況咧就令到盟友之間咧好可能咧都會處於一個兩難或者係互相猜忌嗰個即係狀態嘅。咁啊，最後咧就係我認為咧，美國係有理由打擊伊朗嘅核設施。咁但係咧，軍事力量最終嘅作用咧，係要將呢個戰場嘅成果轉化成為可持續同埋監察嘅政治安排。伊朗嘅軍事能力遭到削弱，霍爾木茲海峽咧逐步恢復之後咧，美國係有需要將啲核心彈藥、航母部署同埋防空嘅部隊係重新回歸印太，同埋要求海灣國家咧係承擔更多航道嘅保護同埋地區防空責任。因為喺伊朗戰爭裏面或者喺中東嘅衝突裏面，已經睇到美國係有多多少少係有啲疲於奔命嘅喺而家咁嘅狀況底下，所以往後即係。依家目前當然係 focus 喺點樣喺中東上面可以打贏伊朗，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同埋令到伊朗係唔會成為一個擁核嘅國家。但係長期喺呢件事完咗之後，要向好清晰咁向印太地區嘅盟友去展示翻，就係我哋已經重新翻嚟，美國嘅軍事力量投射已經係重新翻到嚟，而且係比之前更強添，甚至係有需要。而長遠嚟講，美國真係要加強或者重新反思佢嗰個一場大戰爭嘅即係國防嘅標準，因為好多我認為咧就係一啲我哋之前討論過嘅啲代理人戰爭，會令到區域上面嘅衝突往往唔會係大國與大國之間嘅戰爭，反而係好多地方嘅區域上面嘅戰爭。而我哋之前亦都有同大家討論一個叫做《大棋局》呢本書嘅，咁我哋討論呢個時候亦都會發現就係美國係有機會係喺裡面嘅大棋局裡面亦都有提到就係美國可能會喺一啲無關重要嘅地方消耗咗佢嘅國力。繼而咧就影響到佢全球嘅力量投射啊嘛，係咪？咁呢個時刻我哋就需要更加去 revisit 就係盟友唔係淨係受美國保護，喺經濟上面或者軍事上面都要承擔更多嘅責任。另一邊廂就係喺美國嘅全球力量投射嘅時候，亦都需要注意嘅就係加強對於同盟友之間嘅協作啦，好似美韓嘅軍演，又或者係要輔助呢啲盟友係自己起碼係有多啲嘅能力。去到保護自己，以及咧就係美國如果要長期嚟到保持多地區嘅力量投射，一定要重新去建立翻起佢自己嘅軍工生產。所以有陣時我會諗翻起 Trump 嘅行動。嗱，Trump 係一個好搶口嘅人啦，to be fair and honest，即係佢講説話係非常之難聽，甚至係有一啲好嘅政策嘅政策動機係好嘅。我唔知點解 execution 上面係如此嘅不堪。
佢講得好難聽好多説話都，但係你問係咪需要做？係需要做，即係要唔要啲工業翻嚟本土係有需要嘅，個工業翻嚟本土，因為佢已經影響到一啲關鍵戰略物資嘅生產，包括可能係晶片啊或者軍工技術。另一方面就係需唔需要盟友付出更多責任？係需要，當然要係付出更多責任啦。你唔能夠話需要嘅時候需要美國出頭嘅時候，美國就出嚟出頭。美國見到有物勢色唔對，想出手，然後就撳住佢唔好喐，就話你唔好影響我區域穩定㗎嘛。即係你唔能夠即係佔了便宜又賣乖。區域嘅人係需要增加佢哋自己嘅軍事能力，咁啊減少美國需要喺嗰度地方嘅軍事力量投射，或者係當戰爭爆發嘅時候喺當地需要嘅一啲彈藥嘅消耗，咁佢自己都有啦。如果咁啊更加 very good 但係佢所以呢樣嘢係絕對係有需要嘅，係需要應對呢一個大國之間或者唔同地方嘅代理人戰爭之間嘅衝突，呢個係絕對有需要。但係唔知點解 Trump 係講出嚟非常之衰嘅，即係嗰啲語氣啊，講到好似全世界欠咗佢啊咁樣。咁但係你要講到最尾就係喂，我哋大家成年人出咗嚟做嘢，或者係以前 Con-U 嘅 education 都好清楚知道，就係大部分語氣都係冇乜用嘅，就係聽有冇料，嗰條友講出嚟嗰啲嘢有冇 point 係嘛，有冇值得參考嘅地方。佢嘅政策，所以 Trump 嘅政策動機係正確嘅，個手法同埋説話係非常之難聽，呢個亦都係事實，但係唔代表佢係錯即係佢講得衰，唔代表個政策動機係錯，因為喺呢場嘅伊朗戰爭裏面已經睇得到需要軍工回到本土，需要盟友提高更加多嘅即係軍事上面嘅防禦能力，呢啲一咧都係喺呢一場嘅彈藥庫存告急嘅情況底下咧，係一應驗，個重要性咧係更加凸顯咗出嚟。咁我哋今日大概處理到呢度，我哋咧就下週再會，拜拜。如果對本集內容有興趣，可以到會員區閱讀更多相關文章。國際關係日評：統面伯爵可以擊敗法拉奇嗎？隨緣家書：有些英國人一生都沒有離開自己的小鎮。